根本哩也爱敬告爱人的祖先，公太太、婆太太，年年来爱保佑爱人的成就，伊根本哩爱讲的，阮都爱保佑伊顺顺利利，同爱的孙的讲出来，也爱保佑爱的孙的头硬硬，乖乖花胎。俺的客家嘅妇人家新拄的礼拜有一朵花，这朵花就是新丁花。这新丁花是给婆婆伫个成就供的时节，伊都会去祈求伊的祖先好好保佑啊，伊的成就可以顺顺利利的供生囡的出来安尼。之后呢，伊都会坐伫个祖堂的旁边天天的剪这张纸里边呢剪有10绺多纸，然后有一圈小花，那这个是一个小院，然后在外面有一个大花，那是一个大院。在旁边呢就会有跟祖先对话的一些图腾。比如说呢，我们在那个小花里头呢就会剪蝴蝶啦、快乐啦，会剪有成就啦，或者是聚气啦，给按的图案。胎的里边欣欣向荣啦，加官进禄啦，也是抓福啦，各种按的祈求的很好、很美好的一些图案在里面。保佑保佑！恭喜哦，恭喜哦！牛男公子顺顺利利，恭喜哦！谢谢。等到那个产婆从个媳妇的个间的里边出来的时节啦，供洗奶也迄洗妹，洗奶的时节，伊就会伫个4个角落剪一丁剪一个男性的个一丁。那洗妹呢，伊就会剪一个聚宝洗妹来眼里愈较招财也迄爱心都可以的。客家剪纸伊个里边的意涵，都是从生囡的出生，一直到老人家回天家，它是一张纸代表一段情，然后一个作品就有一个故事在里头，这个就是让我深深着迷的地方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浩明，欢迎收看今日的暗香方法。剪纸是一个最古老的传统，许多国家都有安尼手工艺。今日我哋有请到的是来自6队联络的邱永元先生。邱先生研究客家剪纸10多年。邱先生好。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对于邱先生的客家来讲，看好了，邱先生有咩行业？系啊，我好多年。咁伊哋加来客家中的客家成就，客家成就，我对客家剪纸也有兴趣咯。最主要的是个图腾的那个灵动性深深的吸引来。起码嘅嗰種圖樣嘅嗰種連發圖，係我本按上嘅學緊嘅東西咯。最主要一個是客家剪紙一個圖案，單只是一個圖案，以為是像一篇文章用嘅安尼，所以人會吸引來。其實學嘅先生係乜嘢啊？油法阿法國。阿法國可能似油法，似阿法國。阿法國以前喺我哋連絡地方最有名嘅一個剪紙嘅人。錯啊！也親太細書嘅，他家人就想講愛同傳下來，人去學嘅人安尼人去學嘅。我記得嗰時係幾多人去學安尼剪紙。係啊。咁先生係幾早入學，還是幾年下人去學嘅？係最尾咧。唔最尾咧。錯。嗰時想學嘅最好一啲。有學到嘅，像伊咧。也話學嘅也按差唔多前後學嘅多年啦。前後有同阿法國學嘅時節，差唔多有3-4年嘅。3-4年。那面人哋是安尼啦，伊迄啲嘅人哋夾表嘛，
俺呢有限就过去甲比较丰富嘞嘿聊聊啦，同伊学啦，一面学一面聊，哦，安尼，然后还要再整理资料，哦，俺又到图书馆去请俺的客家剪纸的一些渊源啊，安尼前后差唔多12、13年有的哦。哦，12、13年有，佢12、13年以来，邱先生即个有做记录冇？有啊，俺亲好写，所以嘿，俺哦，学到哪个俺就写，像年纪表用的安尼写，吼，啊，跟马个意思，吼，啊用的剪，吼，俺都有写封来，啊，俺的心情用的嘛写封来。迄咪有2本书，错。可是2本书，迄我哋是合了12年来，吼，我哋佢创业嘅伊个研究嘅伊个部分咧，係咪可以加看一下冇？好啊。可以说讲，迄俺的心血结晶啦。吼，我一伫尾几道法条，即搭几道说明，系错。佢想伊哋写几好一本说明的书。嗰度俺学嘅全部的精华都伫嗰2本。其实有法过，9年时有安尼的书可以对我。冇啦，像因为有法国，法国他是老人家。讲的资料断断续续，前后，哦啊冇一个系统性，俺都同伊整理汇编出来，人哦，像一地方有一个八卦，错，也迄个乜个一个图形，有乜个意义冇？嘿，这只八卦同一般的个道教的八卦吼，我冇共用，俺们的客家是顺天运行的种族，啊，那。所以，我俺们用的是前8卦，先天八卦，错，就是顺着天地运行，没有做人为的加工的部分。咁除了八卦以外，吼，发现地方有一个鬼神奇的一个图形，哦，也迄图形，迄乜个图形啊？这是一个世喜图，好，这吼，世喜，嘿，世喜，这是一个个奇妙的故事啦，嘿，什么故事？是要当婆婆的妈妈，嘿，做家用的时间呢，有要剪的，有要剪的，嘿，操，剪4喜都，比如说俺们1年有4季，嘿没？有4季，嘿，4季春夏秋冬呢，春天的时节，俺们呢差不多，过年前俺土新酒的，土新酒进来的时间，俺们的第一个喜，有3个月。啊，百年好合，俺们都会剪一个百年好合的图，然后再过来呢，再一个喜，就爱卢卡爱事事如意的，成就你落爱照顾家庭，爱做得够好，事事如意。再过来另外一个喜，就是要加官进禄的，唔可以再高的，量的小，卿我唔可以的。爱出去打拼的哈，民政特殊，爱工作的嘿，再来过来最后那个喜就是年尾哈，爱供孙的这样多子多孙的，所以这个是当婆婆的一个心愿。嗰是一种字底边吼，把做家用1年的愿望全部剪出来。嘿，超剪到。像以前安尼剪字。那谁摸可以剪没？给4喜图，给喜是谁摸会剪？谁摸会剪的？啊，有谁来剪的哈？谁来都会剪给嫁娶，婚嫁娶给5种，哈，5种，5个颜色的，好，要加或者是要涂的时间，要叠的。我无共用。因为你其实头都讲，唔系学习的系手法，哈，有法讲。阿法国迄西拉呀，可是以前剪纸，西拉有什么就可以剪，系咪？唔要按你讲，给祭祀的五福图、年节、嫁娶的，还也迄嘿，做好事的太场面的，西拉会剪，西么也唔可以剪，嘿，西么的人剪给窗花啦，给新丁花啦，同给。头都讲的个4喜图啦，嘿，个软性的，个软的错嘿，每米杂都可以剪，什么也唔可以剪给拜牙呀，唔可以。嗰种客家剪纸其实是一个无简单的艺术，每个图形有无同的意思。休息一下，
底下也在咧读古精彩的故事。可是有阿发哥的东西，你从不有好多。差唔多的啦。其实嘛，有慢慢啊，等人对，我来讲啊，等对我哋的子女，啊，等对我哋的上天，啊，等对我哋的生命，一种啊，等对伊的经验，好，从啊，等对伊的伊的想法，啊，等利用字去建出来。啊，那其实客家建是看好了，唔免咱看讲的吼。没有，每一种的都有一个含义在，啊，有一个祈求，有一个感谢，啊。欢迎回来安平方法节目。我哋今日邀请到嘅系联络嘅邱永元先生，来同我哋介绍客家建制嘅故事。邱先生，头先我哋有讲我哋客家建制有几个特色，第一个爱对杂，有八卦，好。咁我哋今日看到有一道东西，也系乜嘅意思啊？这是剑带，剑带，嘿，这有一个挺感人的故事。好，很用嘅故事咯。都是有一个妹，因为以前客家人伫个山都会开垦，个生呢环境唔係清好，有大部分的小妹会下山来，伫个平地同火龙林做梅香就是丫头啦，哈丫鬟。啊有一个小妹呢，伊差唔多17、18岁，要跪起的，跪起就爱嫁的。啊，伊跪起的时阵呢，伊同伊爸爸，伊爸爸就问伊啦，问伊讲，妹，要爱嫁的吼，啊，上爱买个东西，爸爸准备本安尼。个小妹讲，伊上爱伊个剑带，伊看到伊路卡个小姐哦，跟红明虫上面两边有挂着那个很漂亮的剑带，伊上爱嫁啦。哦嘿，也种也剑带吼，迄以前啊等。摕面床方，我摕个面床夹夹的一种量的带的，啊也做嘛无用纸喏，以前个有钱人也应该系用尺的，然后手上面。错，个小妹啊，都跪起个啊，17、18岁爱嫁的咩，伊阿爸就问伊啦，讲妹啊，你上爱马家啊，阿爸买本安尼，个阵妹就同伊阿爸讲哦。亲上抢来那个大小姐个共用那个红明长个两边那个剑带，伊阿爸都点点的哦，有伊做田州的做西哦，总摆吼，个阿爸吼都安尼，青安强，青木骨吼，不过吼，伊有一颗很柔软的心，伊跪落哦，按不要跪落哦，个拿个剑刀，个墙壁上个剑刀拿下来，拿纸张自家都剑，按不要吼，对着个个烛火安尼剑，都剑那个亮一堆的剑带，第二天就拿回来摸，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个剑带的个十全十美的图案，哈。第一个就是加入去夫家，爱带福气本人的，带福气过来，好，快快乐乐，快乐，还有一个梳高的型，家用啊，搞完啊，搞一点，然后再来一点。欣欣向荣，就我们给夫家呢欣欣向荣，公汪哈，再来就是鱼哈，年年有余，再过来就是事事如意，事事如意不仅要如意，还要节制，很重要哈。再过来就是寿桃就是希望家里的人家用寿比南山，再过来就是八公保佑，就下面这个是八公。哦，这是八公哦，对，保佑，对，八公保佑。然后最下面那个有一个鹿角，哦，鹿角，给鹿角就加官进禄，不单只加官进禄，我要抬头，客家人很重视抬头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最下面那个就是喜字，啊。可是虽然是一个用字建出来的一个简带，对，但是伊包含到爸爸。这种唔贪得的这种心情，就满满的祝福吼。啊，当初先生家时节，然爸爸有接人的简带不无？无啦，安尼好多年，好无？那个时节嘛，现代化的无安尼东西。不过爸爸都安尼，父母亲都安尼啦。
感冒的吼，亲唔盼得，亲唔盼得讨成就的时候，亲欢喜，安尼的心态呢。安尼剪纸吼，嗰种常常出现拢能做好事的伊个习俗里边吼。咁厝诶也检讨员外，头一看到伊个嗰种有四个声音咧，八个声音咧，四个声来伊个四个声模诶，储存的伊个剪纸，嗰迄嘛个东西啊？这是好图。好图。嘿，双双对对。哦，伊个写来诶，伊个写模诶，伊个写模诶，有字有有字有伊个好字，伊个好，嘿，嗰时叫有四好，嘿，错，嘿，哦，嗰度几好啊？嘿，非常好的意思。咁见到伊个好图，平常一点要停来啊？平常咱的讨成就的时节，人有用到。那个姜的啊，好多年姜的唔免种个红字，像那一个红字，无多叠一个死，啊，人的客家人唔免叠死，叠好字。哦，啊，你几神奇呢吼？因为你等于讲来分，也要形容形容，希望讲能做成规字。错，好，然后把声音单入来，就可以认定希望。错，咁，我有法想看到一个东西，就讲，嗰种有一个没有地步嘅将军的故事，系咪？哦，错，嘿，这是俺的南部哈。有个义民咩？六队是有个义民嘛，啊有大将军，有小将军，就是一个将军带很多兵嘛。好，啊俺的这边永元堂有一个武神庙，武神有供奉武神，那这个就是大将军。那俺的客家人哈，一个7月半，嘿，会剪给丈夫，剪给丈夫太凉的太滚滚的，晒凉的晒滚滚的。太公公呢哈，俺的剪好的时间哈，有一点挺特别，就是个剪下来个纸屑，俺们会用那个丈夫里杯，哈，个做嘛个用你嘛？唔知呢？唔知哈。做嘛唔係只迄度？错嘛，俺的客家人都按勤俭，哈，伊个字哦，一本个大公公、小公公，丈夫破的时间哈，咱可以补。嗰時我哋體驗我哋青年班的時間，我哋愛見嗰度將軍的時間，體驗我哋愛剪紙上富幣的。錯。但是剪的紙上富呢，一定會有存下來嗰度寫角，好寫字條嘅，全部唔可以剪下，全部要用伊去。曬啲上富里杯。好，搬給將軍，哈，跟喺個上富快的時間，可以補上去。按神奇咯。係啊，客家人按勤儉。按勤儉呢，好，嗰時其實。每一個剪紙，以每一個圖形地位，除了有以下這個意思以外，其實嘛有慢慢我哋人對，本來講我哋對我哋嘅子女，我哋對我哋嘅上天，我哋對我哋嘅生命，一種我哋對人嘅建議，好同我哋對人嘅一個想法，我哋都用字去剪出來。啊，那其實客家剪紙看好來，唔免人看講呢，吼。沒有，每一種嘅都有一個含義在。有一些祈求，有一些感謝啊，所以唔單只是一個平面上看到一個按腦的圖案，有深層的一個意義。像安尼圖形的組合啦，哈，安尼組合好來，有乜嘅特別的規則？譬如講，某個東西唔可以同某個東西對抗下，某個東西聽同某個東西對抗下，有安尼嘅規則？有啦，有安尼規則啦。祭祀的時節，都要用祭祀的圖騰。好，像俺哋嘅做什麼一家的有無共用嘅圖騰。乜講到祭祀嘅圖騰啊？祭祀的銅方啊，觀音山啦，係觀音山，也係北宮山啦。俺哋客家人最重要就是北宮嘛，北宮山嘅時節，這個最明顯，俺哋有祭祀圖騰。而且哈，一個祭祀嘅個圖嘅紙張是叫做五幅圖。cái五幅圖係有五種顏色，五種色。地洞嘅哈，五種咩？地洞嘅是定色，天空嘅顏色，這是奉天，就是我們要奉天的。然後我們的左邊是淨地，是綠色的，綠色。右邊是祭祖的，是黃色的，啊，然後再過來是橘色的。然後最後面是感謝，是紅色的。那橘色是祈求的，祈求說我們來年能夠有更好的生活，或者是想要祈求什麼都可以剪在上面。原來色神如有一個回天。對，錯。咁上面的圖形哦，圖形又冇共用的哈，像俺哋祭祀的都會做比較大的祈求，冇做個細細，吼，那祭器啦，俺生嘅
头呢，咱个快长大，安尼是唔得，吼，做个大的院，吼，有大的院，嘿，吼，祭祀的部分都系安尼。可是，他们有哪个东西？有八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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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八卦也没伫祭祀里不会呈现，八卦最主要呈现伫个主堂诶。主堂，因为八卦是同个罗贝个好兄弟讲吼，唔当安尼个了实的，莫入来安尼路卡里背，吼，莫惊扰，惊扰到安尼路卡的太细，吼，所以个年节咱用八卦，那祭祀的唔会用八卦，用莲花，用莲花，嘿，用莲花，我们都用事事如意、八公啊、抓福，属于这边按尼个太远的个图腾。可是客家剪纸的图形实在无简单，伊的图形唔单止有伊的功用以外，伊的法通可以用无同样的图形。第一下，我哋再来请邱先生同我哋介绍嗰道客家剪纸的故事。可是先生这个本身有伊剪过你的，给人家做好事的嗰种。记唔得煮饭呢，傍晚的声音就几落来，我嗌讲，妈妈，俺不要吃麻鸡啊！哦，俺嗌就剪到尾好诶，剩到最后一剪刀的时间，剪下去就坏诶。剪头。俺嗌就真懊恼啊！那同声音讲，吃麻鸡是啦，是师傅啦。欢迎归来安平红马节目，现在我哋都请我哋邱先生来教我哋做客家剪纸。好啊，来，俺哋一点零一种纸哈，这是最简单的纸啦。最简单的嘿。俺哋对客家剪纸的特色，就要一定要扎。一定要对扎。嘿，对扎。再100。再100，十2摆。3摆。啊，十3摆。啊，13摆。啊，13摆哦，剪出来就迄一个窗花。好，一个窗花。最基本的窗花哈，再1摆。再1摆。啊，10笔扯来。10笔扯。好。俺哋咧客家剪纸哈，伊都有一个特色。有个特色。中间宇宙的中心做2仪哈。做2仪。嘿，俺哋爱剪一个小小的0.1的一个缺角，哈。哦，你剪一个切角就好，系咪？我切下子切，无安太哦，细就好了，吼，细。然后呢，很重视的就是石榴多子。哦，石榴多子。好，嘿，都爱剪圆圈圈，哈，多剪几。蛮多的，不是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石榴多子嘛，好，啊，剪青豆仔，圆圈圈，来经过你剪最简单的，啊。这边也共用，哦，爱剪，这边剪好，这边还爱剪。哦。要剪一朵诶。剪，你看到爱剪一朵，你都剪一朵。你想要很多纸，你就剪很多。啊。剪的胸无出来样咯。剪的有祈求都有会灵验啦。哦。剪好诶，哈。你剪的无样呢？唔怕。刚开始学，无按厉害啦，一下都会。剪得哩哩酷酷的。第1摆剪得哩哩酷是正常的，啊，唔怕。安尼都有对称的。嘿，错，啊对称错，安尼可以剪一个春花好诶。春花都人家安尼咧福上咧讲的招桃花啦，剪一个春花。哦，刚才过时的哦。没有错哦吼，剪一个春花。春花很容易剪。也袂先剪。也袂先剪。嘿，也袂哦剪吼，啊比安尼看到一清灵动。哦。个春花个比较难的地方，就迄伊个叶尾要清灵动。哦。做迄个叶尾，先做一个叶尾。嘿，做一个叶尾。来再做一个花苞。做一个花苞。花苞嘿，个花苞又有分哦。个细毛的含情家，
都爱剪个含苞的。嘿，啊，俺的窗花哈，如果贴在细妹的肩呢，哦，剪在上面吼，贴在个细妹的肩的时节了，含苞，个过初五过完，放梅啊，妹妹啊都会来讲说亲的，因为很含蓄的表示。同隔壁个放妹讲，可以来做媒的哦。哎，卢卡有伊咧可以加的妹，可以加的细妹的吼，和某人来讲。原来以前啊吼，唔方便啊，你同人谈就讲啊，卢卡妹也好可以加的哟，啊，你嗰種鬼快西洋的，但是你可以透过伊的客家剪字，就同隔壁。唔管迄有白眉啦吼，无论隔壁嗰度富人家啦，你讲有可能个好人家啊，可以来同人注意一下、介绍一下哟。哦，可是一种剪字底部，其实係讲伊的故事呢吼。错，很含蓄的提醒给白眉啦、妹妹们啦。哦，刚刚的剪好以后，我哋路打开来看打开来看，那是嘞。哦，几长咧吼，系啊，错啊。啊，唔过创来剪咧，又葵花又无葵花，刚刚的夹巴北面，可能安样我讲，我讲，嗰时都在是葵花是无葵花咯。用加啥咯？我同伊讲啊，乃40蚊的含钱加，含万加，乃40蚊的加的啊。对吼，故事我哋米的客家剪字地方，其实係讲伊的故事呢吼。错。像按呢。按优秀的一啲文化传统，係咪以前米的人都會剪啊？我有印象開始，講我太奶的時節，我隔壁嘅阿妮放梅又剪一塊嘅新電話本嚟。放梅剪一塊新電話本。因為我家用係外省人，伊唔曉得，啊我又好多年又唔知嘅是乜嘅東西，伊拿來就貼定我嘅剪嘅門口，那名我人。學剪紙的時候，回想起來，我當時唔曉得這是乜個意思，冇一句都同伊娘娘的為迄個吃菜打掃，人家人提講，原來這幫妹剪個新電話是在祝福我，祝福我的個生日的。好，嗰時其實是。像唔講將來嘅時間，白眉隔壁個白眉啊，吼，特別之家吼家用嘅地方吼。我哋親戚咯。係啊，剪了一啲新電話本，其實係祝福將來的來嘅。錯。好，嗰種我哋透過也客家剪字，我哋有啲話可能當面講唔出來，我哋唔費事講啊樣，好唔好講啱好聽嘅話，但是我哋會點點剪一啲字，送本。好像地方就幾度嘅一啲幾好意思、幾祝福嘅意思喺地方。咁其實南美人會剪乜個東西？南美人會剪給祭祀的，還有回天家的。回天家是做都老人家跪去嘅，跪去啊會剪給年節五福圖。年節五福圖。差唔多南美人剪給，頭都我哋講新電話還是冇講到，給婦人家剪嘅最角落的地方。伊會剪一個釘，也係一個妹招財，聚寶也係釘，安尼很含蓄的同個女方的媽媽爸爸講，你妹個拜姜的是來啊妹。閣下借啲蛋，如係姜來嘅，借啲元寶，如係姜妹，安尼意思係咪？聚寶，聚寶，如係姜妹嘅意思。可是其實除了祝福以外，嘛係傳達講，也家人，好，人家是天地也係一個妹，叫我哋妹。嗰種安好嘅一啲醫生吼，可能我慢慢的記下，他個人冇人哋做安尼事情。怕係剪紙唔係咁簡單啦，你要一個安靜的環境，要有心細，手又要巧，所以講吼，以前的細妹吼。你要剪字剪模，窗花剪模，加好都真難的。你會來看放妹啊，妹妹會來看個剪紙花剪得用的，剪得輕靈巧、輕細緻的。初五過後，你又來講說美了哈。不是過年的時間，
唔先加的爱剪纸做惩罚，吼，无论其他的几道东西叠要摕即家门头，啊，隔壁个帮妹看到讲哦，就是咩书安好无，书安会剪的东西吼，还要做事一定过夹吼，做事过强力，嗰是如初五以后都会来做门。咁，头头老师有讲，创来剪的东西，可能慢慢的会模拟剪的东西，一方面你讲，第一伊个难。听一个伊的过亲的心，系咪？错。咁你平常在剪牙的纸的时间，你自己的心情很样来，就会请一个安静的地方。我最好伫个那个依兰花下，路卡的依兰花下，啊，风安尼吹过来，哈，就伫个剪的时间都可以，把心里头的想要表达的东西就剪下去的。嗰时其实心过轻。好。平常是迄个样的心情下，我开始想要剪东西。譬如讲，遇到困难的时间啦，还是讲快痛的时间啦，还是讲出来做好事的时间啦，迄样我差不多按样的心情，我开始睇郁兰花，吼安尼剪纸安尼东西。心情唔免去好的时间也可以剪那些心情都会平静下来。都会平静。比如说有一些是安尼。敢用同讲，听讲你观音山哦，你来剪一下，剪一些东西出来，剪祭祀的东西出来。更加已经无分谁来剪，谁不会剪的啦。大部分都爱得剪啦。剪纸就要亲安静的环境，然后非常的专注。所以故说爱亲好的个依兰花树下剪纸，爱暂时剪到记唔得煮饭的。傍晚的声音就几落来，阮爱讲妈妈，不要吃麻粿啊！哦，爱就剪到尾好的，剩到最后一剪刀的时间，就剪下去就快的。剪头。爱就轻懊恼啊，爱同声音嚟讲，吃麻粿吃啦，吃师傅啦。过一段时间时间本身也大伊吼，伊无落个伊，某个事情就记唔得咧吼。不能说讲咧过清醒的剪纸的时间，或嗰种心情，你本身也落快诶。嗰是剪纸，唔单止係個儀式，伊嘛係一個表現的心情，靜下來一個方法。也按好個儀式，但是我哋慢慢的，你冇得用诶，但是我哋修行上，咪要教新人诶，咪要教嗰度學生诶。第二過來，我哋再來看我哋修行上，用嚟去傳承一種重要的儀式。嗰時經驗的知識是疲勞。县政府有举辦一個面包車，然後都好搞去搞給生意呢，所以呢，我們就有設計了一些像這樣的圖騰，像這樣的動物啦，或者是呢這樣子的故事，啦，爬拱啦，然後講一個故事給他們，然後讓他們去剪，你們的個好。客家剪纸的特色就是，一定是从中心圆开始放射出去的，这个是中心点，这个里面这边没有，完全没有折痕，这边有3个折痕，窗花大部分都会有一个石榴多子的部分哈。那剪的时候它有阴剪跟阳剪嘛哈，你们自己决定看你要做阴剪还是要做阳剪。做了以后呢，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留的地方，就是要做我们的祈求的部分，或者是我们感谢的图案。ที่5-6年前，6队文化园区开始办自贡剪纸的时间，那就开始好嘅。因为我对剪纸，因为讲一方面我有兴趣，欣赏手欣赏嘛，佢有心，伊对基础教我哋，我因为讲也係一種傳承，我哋有安尼經驗，同客家嘅文化、剪紙文化傳承下去。
像我今年我就有建到10岁人的建村，我希望呢，我对生人的爱心、快乐，建呢村地拜。我有建一啲福彩，我希望讲建这一方面其实该好搞，希望同样好搞的事情传承下去。像我们这样，就是一张完整的作品，窗花的作品。然后它这里头诉求的是爱心，然后有一个好结果。很特别的就是它中心的这个部分，像烟火一样的造型。窗花是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感觉，还有你的心思去做变化的，没有一定非要石榴多子不可哈。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，除了去了解客家的剪纸的由来是什么，好，才知道说，哦，我们现在是多么的幸福，尤其是在早期，从日据时代以前到现很动乱的时候，社会上动乱，什么资源都没有，不像现在这么的发达，哈，科技也发达，所以以前就是只有一把剪刀，客家人他就利用这样的不同的图腾去记他生活上的一切的事情，啊，我们现在只要手机一拿起来就可以全部记事了。那邱老师那时候在教学的过程当中，我刚开始完全对剪纸还有图腾完全没有概念，但是呢，经过老师不断的熏陶还有教，所以我就慢慢的去学习。然后呢，对周遭以前都不注意的、不在意，连甚至一个杯子上面有一个图腾，我都会去注意它。就是生活上带来我很多无形的一个乐趣。那最重要，当然我们能够参与这个剪纸呢，就是希望也可以把客家的剪纸能够传承下去。因为老师的传授，那给我们机会，我也可以再把这个客家剪纸再分享出去。所以这是我在客家园区上剪纸课最大的收获。我哋头都有看到线上教学嘅情形，嗰时候线上对于教客家剪纸嘅一件事情，係咪有这个想法？当然是有这个想法啦，乃是希望呢，给剪纸能够传承下去。这个心路历程啊，从来差唔多5-6年前，我都会很积极，面到讲，这东西到我身上。无人学到的，一定有一按的使命感，非要把它传出去不可，都会过焦躁、过紧张。后来呢，慢慢的哦，又面到讲，完美的东西不一定会流传人间，也不是按紧做，天天的来随缘就好。那很感谢的就是6堆文化园区，很愿意把这个文化。这个艺术传承下去，那我们就在那边有开了课。那开课以后呢，大概刚开始来的时候大概有40-50个人。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会阵亡的，到现在还有留下来有30个，我是觉得已经很安慰了。那我们的初级班已经教完了，那再过来就是要做祭祀、婚丧喜庆的这个部分啊，还有一些什么那个。迎接图啦，或者是比较深奥一点的部分，那我们就会在进阶班会陆续再开课。那这个6堆文化园区，他也很乐意帮我把这2本书慢慢的把它做成电子档。那现在他们也有在剪接了啊，所以以后呢就比较不会担心说它会失传，这是我比较安慰的。因为头先我哋有講到我哋咧油發白吼，我哋油發過，以最末。教本的东西，应该讲线上係以最慢的教嘅學生嘅，但是嘛係學到最全嘅一個學生嘅。啊，更加嘅客家剪紙，伊個最重要嘅任務，問老師接下來，老師嘛用無共樣嘅基礎班，吼，高級班，去把嘢東西教下來。咁你基礎班學乜嘅東西？基礎班差唔多就窗花啦、
春花啦、喜花啦，比较花俏的比较活泼的、软性的。最尾一堂课，俺们教的是新灯法。新灯法。按呢初级班俺们都结束的。嗰是有的东西学会的，俺们平常时都可以用。用得到，而且俺们可以，俺也要教给学生的，唔好单单枪剪按的花，你可以裱在框里面，像俺们有按朵就可以在家庭的墙面上做装饰，按呢伊都各有剪的冲劲，各唔会跌下来。做一个艺术品，还可以做礼物送给朋友，代表我对伊的祝福。错。刚刚等咧进阶班，国际班学些嘛个东西啊？俺们进阶班都要做个大幅的、大活动的，祭祀的，也是嫁娶的，也是个躺下的个五福图，个都是大张的。佢从安尼。佢迄个太发通让我做安尼个剪纸吼，伊本身要剪以前，你会同学生来讲，一套东西迄嘛个意思嘛？会啊，佮日本的图腾嘛无共用，同咱的一般的家庭的小家庭的东西无共用。可是每个学生要学也要图形的时间，伊如果提讲，也要图。迄嘛个时间用诶，譬如家模嘢都唔可能喺基础嘅时候用嘛，剪嘅东西迄无共用。天意迄讲，也要图形上面咧代表嘅含义，意思如迄无共用，祝福嘛係无共用。伊哋屯田愛求東西，伊哋係希望人哋家屬伊嘅模嘢會幸福。咁從安尼按到意義睇啲嗰啲東西，一般咧生人嚟拍。搞唔清楚吧？佢對生意嚟係咪有無強嘅一種教材可以教伊咯？像我哋松柏2年前，縣政府有舉辦一個麵包車，然後都好搞去搞給生意嘅。但是呢，生意嘅好動呢，路同，他做唔起，所以呢，我們就要設計一些比較活潑的，讓他們吸引他們來學這個客家剪紙。所以呢，我們就有設計了一些像這樣的圖騰，像這樣的動物啦，或者是呢這樣子的故事，然後講一個故事給他們，然後讓他們去剪，一年都夠好。然後在這個剪這些比較吱吱呀呀的之外呢，俺們都會搞一年。馬該是五福圖，馬該是客家剪紙，馬該是窗花，一年都吸收進去。嗰時如一面講故事，一面剪故事底部嘅東西。好，然後順便嚟剪嘅時間，你提講我哋要弄我哋嘅客家剪紙哦，我哋係一啲對中心放射出去嘅圖形。嗰時我們看我哋做乜貼，我哋一定要先紮。嗰時我哋剪嘅魚呢，一定有4米，我哋咧腦海一定有4張，然後我哋客家剪紙。嗰時底部，但是底部我哋要留一啲關於有神奇嘅故事。仲係有一篇有一啲黑馬嘅故事啊。這是小蝌蚪、小青蛙找媽媽。觀音嘅。請媽媽。請阿妹嘅故事。嗰時一邊底部，你可以看得到我哋啲觀音嘅。觀音嘅慢慢嚟睇，底部因為有魚嘅，然後伊媽媽睇呀。嗰時其實觀音嘅請媽媽嘅故事係一啲我哋從唐到嘅一啲生意嘅故事，但是我哋從來冇看過講，一般呢人哋故事嘅圖形變成一個剪紙嘅一個內容，安尼幾神奇啊！嗬，安尼夠吸引小朋友。個生意呢，以這個學嘅感覺都用嘅呀。因為都清歡喜啊，生意的清談順，你同伊互動哦，伊都會給你很驚喜的回饋，有會送魚哦，剪頭會送魚嘿，又會同你聊天，有的生意就講，嘅吼，我阿婆吼有剪過呢，奶舅有剪呢，人家就提講差唔多伊阿婆，那時間有，個東西還唔前跌下來，生意呢有吸收進去，也啲客家剪紙是用。馬該用色的，安尼種了一個種子，伊個程度的，你不會安尼都唔驚伊會唔接下。會接下。那途中我咪看到伊哋也係看到嗰種人使用嘅物嘅啊，絲葉嘅幸運草，嗰嘢係物嘅嘢故事咯。這是俺哋去世建會，我們也會去推廣，推廣的時間呢，個聲音呢很聰明，伊講那。世建會 logo 剪看看好不好？
剪啊，一东整剪出来的。哦，啊，个也是一样用折的，也是折三折剪出来的。所以说也没有离开俺的客家剪纸的精髓的个。好，嘿啊，拄好嘛，迄个风沙线型也是风沙丝。甲厝的安尼教法以外吼，线上有像我讲把伊变成无像的产品做出来。有啊，咱的人家屏科大有硕士班，好，因为里边都有做客家剪纸创作。哦，有安尼沙团系咪？嘿，有学生的做纸那个杯垫。杯垫。哦，有学生的做个锡兰的。跟那个嘛个结婚做车篮的里边都有锡，哈，又有青豆啦，啊跟米奇的，好，因为有做啊个做 T 恤的时节，后背有新灯华，哦，不是都把俺的客家剪纸的图形用喺条木块的东西上面，好，咁你东西都变成讲，其实俺的以前的客家图形，俺哋都把伊做重发啦，好，把伊雕一条。白风啦，掉不得虫的风，但是因为俺的更加慢慢的已经冇用俺的东西，但是俺的冇跌的係以上面的图形，俺的把伊用一條冇強的地方，像頭都老師講的，比如我哋車籃啦，吼，比如我哋俺的咧米奇的啦，吼，還有比如我哋俺的做 T 恤，做 T 恤係一個歸有，很有意義的，歸有意義的事情，因為創新，因為最主要係圖形歸講，好，俺哋都可以把伊用一種冇強的一個地方去。咁人厝的安尼，比如我聽下哋米奇上面吼，我哋有可能講，譬如講把我哋上面嘅圖形啊，伊咧啲筆嘅方啊，吼安尼東西冇。有啊，係安尼也，啲學生也有做哦，吼啊，比如講嘅做嘅沙漏，沙漏用春花、喜花做沙漏，青撈。哦，青撈吼，伊係一個歸台一個新的一個實驗吼，安尼方我哋真的可以幫我哋咧客家剪紙，雖然更加貴上的用，但是伊可能還是聽我哋生活地方。對，我們就回轉一個身，變身之後變成一個比較時髦的產品出來，這是做得到的。客家剪紙，伊最重要的唔係伊個技術，最重要的伊係把所有的感情變成一種紙地方。更加雖然我哋慢慢的冇用到一種紙，但是我哋可以把上面的圖形、從上面的感情變成無窮嘅地方。今日我哋會分享我哋6隊聯絡嘅邱先生同我哋分享客家剪紙。多謝邱先生。真歡喜今日來同大家分享客家剪紙的藝術之美啊！謝謝大家。安平方法，我哋下禮拜再見。嗰數衝下你嘅東西，都係繼續教下去。客家人真是係一個內向嘅民族，外表看起來樸樸實實，但是內在嘅感情澎澎湃湃。不似種邱先生嘅客家剪紙，而冇其他門派嘅剪紙，有按度按長嘅人工頭，講乜嘅忠孝節義嘅故事。以為那個一堆一堆簡單嘅圖形。但是每一個圖形，有會剪紙的人慢慢的祝福，存思念。